透过影片来呈现伫教育领域当中无共奉献者的付出，包括拄讲妈妈为学生准备营养午餐，家长担任导护志工守护学生的安全，以及校长、教师予学生传达知识。最后，阁由教育局长陈新辉来发表2023年的教育成果。以教育没有局外人当做我们的主轴，我们事实上所有的教育都需要携手同心那一起呢为了孩子，那么点亮他们心中的希望。那这一年来，我们其实延续了市长在2008年所强调的扎根基础，迎向未来。点亮每个孩子心中的希望呢，当做我们的愿景。那么接触了5个目标，这5个目标包括扎根学历美学创新力，还有问题解决，以及迎向未来的蛮重要的科技力，还有全球沟通力。台南市的教育伫所有团队的努力之下，伫多项教育评比当中，成绩拢相当的好。为软硬体建设方面来看，包括着中央厨房、校园环境的改善，教学方面有双语教学、差异化教学、扎根 AI 5G 科技教育，另外还有公立幼儿园课后留园到6点，创新 PBL 专题教学、实用教育等等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相当辛苦了，就我们学校的校长还有老师，因为要一个创新，那么需要做改变他的一个传统的教学，的确是要付出一些心力。但是我们看到很多老师念兹在兹，都是为了孩子。尤其现在整个全世界的普世价值，就是以学生的学习为焦点任何的一个教学，如果不能够把焦点放在学生身上，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获得适性的成长，那一切也都是空谈。教育局期盼伫新的一冬，结合校长、老师、家长甲民间团体的力量，持续以共同的愿景及目标，用上大的热情甲专业，打造台南教育新风貌。台南新闻小采采访报道。